好啦，亦都順利翻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。4場賽事4班千二短途2號海翡翠27蚊大熱，準備。好，你跳出嚟嘅時候啦，前面快嘅馬海翡翠應聲彈出啊！咁啊，中間位置仲係喜悅再來啦，咁啊同埋普普達人啦。咁啊喺外邊呢，咁啊大約第4位大智大衛，內欄位置仲有順時有緣啦。出邊藍衫走啦，咁啊加咗眼罩嘅一定賺啊！咁啊再見到馬林後邊大約跟住個第7呢，黃衫啊索先生啦。再後邊可攻可守大龍騰響尾4，尾3同進，尾2呢就中華1號包咗落尾大將風雲嚟㗎。開始跑對面直路嘅中尾段啦，前面海翡翠就貼欄放啦，一定賺呢就拍住佢響呢個第2位嘅。再見到第3位喜悅再來，內欄第3啦，普普達人第4啦，第5位順時有緣，中間黃衫索先生啦，再下一站內欄大龍騰追翻上啲啦，出邊大智大衛，尾4可攻可守，尾3同進，尾2呢就中華1號啊，好被動喎個位，包咗落尾就大將風雲嚟㗎。入正最後直路前面就海翡翠呢，就佔先咗一個身位嘅，一定賺就第2位。咁啊再見到埋邊呢，就喜悅再來啦，外邊就索先生追啲啦，入邊位置呢，仲有普普達人㗎。最後100米啦，海翡翠數數先拋嚟咗4個馬位啊，贏緊呢場賽事㗎啦。跑第2名嘅馬呢，就喜悅再來喎，第3呢，咁啊有出邊嘅同進啦，中間跑第4呢，就順時有緣啊。咁啊結果呢，就呢隻海翡翠都係順利擺咗喺前面走啦，結果就一放到底啊！第2名嘅馬咁啊埋邊11號喜悅再來，出邊衝得最勁呢，就同進。咁啊至於第4名呢，就係嗰隻順時有緣啊。臨尾啲飛數真係唔講得笑啊！今次就唔會定㗎啦，一里步就咁聲出咗嚟，帶頭，結果翻到嚟人都甩晒嘅，得翻27蚊嘅。喜悅再來沿路都跟住佢㗎，但係都俾佢彈甩㗎啦，捱翻佢第2啦，同進追到第3，順時有緣係跑第4嘅。哇！呢隻咁嘅海翡翠走同唔走真係天同地比嘅。哦，潘頓話冇難度啊呢隻。係啊，放就得㗎啦。結果表演翻嚟贏，差唔多5個馬位嘅人。真係表演啊呢啲。係啦。今晚係一桿進洞啦。上一次係打咗落水。買嗰啲打落水啫，可能係啊，唔知俾啲風吹咗去邊咧？上次係咯，點樣解釋咧？上一次即係好啦，睇埋咗個導贏3揀1啦 ，A1 嘅價熱門派17個半啊！因為你上次買咗嗰啲啊，真係如果呢次跟翻都係話有27個半啦。頭先子健都講啦，飛格 Q 好多，結果2搭11。好啦，睇下個巡邏影片啊！出閘一檔嘅大龍騰咧，仲跳埋添，咁啊自己條欄都俾埋啲海翡翠啦。咁啊出邊位置咧，見到埋緊嚟就係普普達人啦，中間綠衫黑帽咧就喜悅再來啦，內欄位置就係順時有緣，佢都翻嚟第4嘅。中檔位置索先生大我檔啊大智大衛同埋嗰啲一定賺啦，加咗個眼罩夠快啦，但係呢隻馬唔係好捉得到啊。中檔見到大約第7位度咧就可攻可守，入邊位置大龍騰啦，包尾幾隻熱門嘅中華1號同進同埋大將風雲。國能要捉啊都拖得住嘅嚇，火車頭都拖翻住先。而家唔係費事太快啊嘛前邊。咁啊睇下後面追上嚟嗰啲馬啦，同進就追得好啦。但係其實除咗佢之外咧，冇馬改善位置嘅喎。咁你索先生呢啲位仲唔係食糊位嚟嘅？你除非你話解釋佢唔識跑跑馬地咯。入到直路啦，嗰啲中華1號今次追都唔追啦。係啊，你都睇下同進啦嚇。呢度移開嚟咁啊，其實先前都打咗兩邊啊，收一收，咁條邊又好似先再攞翻出嚟打嘅，係咯好，跟住又收咗佢，係咯，硬淨啲都有 Q 啦，爭條頸嘅啫喎而家。睇埋呢個分段啊，24秒23、22秒62，末段23秒19啊，按到咁慢，末段梗係輕鬆啦。時間1分10秒04，快過標準時間3線1。